安安，下来吃饭了。我是谁？安安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又是我的谁？何晴，什么事？啊！快把他衣服遮起来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安兰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是我的创作者吗？照着他的样子做的作品吗？安兰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爸爸就跟你说清楚，你是我们的结晶品，我们想带着你重拾以前的生活。你的每一个进步，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骄傲。我们就把你当作是亲生的儿子，没有给你解释，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。